上了大学，认识来自各地的朋友，才开始意识到台语南北有很多单词都有不一样的念法。像闲聊中最常提到的就是州，南部比较多人说梅，北部比较多说梅。想问火蛇老师，什么单词有这样的差异？还有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？其实足侪事伫咱台湾各地拢有争差呢。这种差别嘛有做腔口差。你问倒一寡事有差吼，像鸡肉、猪肉，我是讲鸡肉、猪肉。有的腔口是讲鸡肉、猪肉，若要记咧，可能是记袂了啦。是安怎会有即款差别呢？因为伫真久以前，咱一部分的祖先就为福建遐移民过来。福建话原底就有分泉州腔甲漳州腔，毋过即两种腔口的人移民过来了后，就拢揽做伙啊。所以伫台湾无完全的漳州腔，嘛无完全的泉州腔，敢若有较瓦泉，还是较瓦漳的差别。但是即个揽做伙的过程是伫台湾的各所在分别进行的，所以大家庄头拢有无共的习惯。自安尼，咱的腔就真正几若百种啊！嘛有人讲台语是过一条溪就无共腔口啊！大家若是想要看较详细，会使去查教育部台湾台语常用词词典。哇，毋但梅甲梅哦，有讲无梅梅梅啊，上无有4种呢。有影是过一条溪就无共腔口呢。